這個大地震嘛，衝擊到當地產業，像台積電、新本廠。雖然地震對工廠並無直接的影響，但是公司考慮到後續可能也閣有餘震，所以部分起工廠的工程暫時來停工。專家來預估，若要復工，至少就要1禮拜。除了台積電之外，新本當地半導體甲汽車大廠嘛攏緊急停工。外口好天氣，車身煞佇咧搖晃，住佇咧新本的陳小姐要去接查某囝下課，想要到拄到地區翻身，5分鐘的車路駛半點鐘，甚至等於到厝裡電梯袂當坐。先生當時嘛無佇咧身邊，因為其實台積電新本廠的員工，地震發生的時，當佇咧無情做事。我老公本來就在上班啊，所以還沒有下班。他今天要加班，無限加班吧？我想他只有說可能會很晚回家。加班到暗時下，就是為着配合地震應變。台積電講已經佇咧第一時間確認工廠全部人員安全無問題，地震規個損害嘛做好檢查。不過考慮到可能閣發生餘震，有話去工廠的工程已經先暫時動起來，對產能可能造成什麼影響呢？熊本2廠的部分可能要整個工地重新的檢查，然後再進行復工，估計的時間大概也要1到2週。熊本1廠廠區的本身，我們預估的話，將有可能所面對的是整個晶圓的一個報廢的部分。四周圍的各大工廠攏受到影響，親像半導體設備大廠東京電子，當地2座廠區29號暫停營運，為着要確認工廠內底設備敢有受到重大破壞。另外，本田汽車佇咧大金町的機車工廠廠區漏水淹水，暫時停工。子公司的廠區因為壁倒崩起，真儕位員工受傷嘛，暫停生產。豐田汽車為着安全，佇咧福岡的3間工廠嘛攏停工。來看新本受到衝擊的廠區，除了半導體汽車，嘛包括做紙的四繡花，還有送貨在產業。當地企業可能希望賣閣有餘震，生產當量早恢復正常運作。